第六點，最佳交易入場點，呢個係一個基於斐波那契回調水平嘅交易概念。重點係找出最適合做交易嘅調整區。喺牛市情況下，我哋會由波段低點拉到最近嘅波段高點，應用斐波那契水平去揾出最佳調整同最佳入場區。右邊會出現幾個重要嘅斐波那契水平，但最佳交易入場點建議0.786同0.618之間嘅區間係我哋入市嘅最佳區域。呢個有3個主要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風險回報比會更好。我哋知道無論喺邊度入市，第一個目標都會係之前嘅高位，因為通常流動性呢會喺嗰度聚集，價格呢都好大機會去到嗰度，所以呢個區間可以提供更高嘅風險回報比。第二個原因呢係止損可以放得更安全。我哋知道最安全嘅止損位係放喺波段低點之下，所以如果入市位置貼近呢個水平，就可以設定更細同更安全嘅止損。第三個原因呢係避免俾人夾倉。市場好多時候會先掃走早入場嘅買家，先至再向上升，所以早入場嘅人比較容易被止損掃走。等到價格回調得較深嗰陣先進場，就可以避開呢啲掃流動性嘅動作，真正跟隨大市向上行。要入市嘅話，只需要喺 OTE 區間中間位置下一個買入限價單就得。要記住，使用呢個方法可能會錯過部分交易機會，因為你係等到價格回調得較深時先入市，所以呢種策略最適用於嗰啲容易出現大幅回調嘅資產，例如黃金。但係請記住，一定要將呢個概念同其他明智嘅資金理念結合起來，例如市場方向、供需關係，甚至係 OTE 區域內嘅公允價值缺口，以提供更強嘅交易信號。